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2月20日，上帝的指纹，生命。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8章9到14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罗马书8章6节。意象于本性就是死，意象于圣灵就有生命和平安。年仅20岁的拉格是登山好手，不幸在一场雪崩中罹难。后来他的背包被发现，他的札记写下了他的反思、祷告和对上帝的赞美。其中他这样写道说：我是一件有上帝签名的艺术品，但尚未完工。其实他只是刚开始动工。我身上有上帝的指纹，这世上绝不会有人和我一样，而我这一生将有别人无法胜任的任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任务，是别人无法胜任的任务哦。不仅仅是拉格这位登山好手。我们经文持续来到了8章的后面，我们可能要来看一下，在这8章当中充满了上帝的指纹，而我们也知道后续的发展。今天经文继续说到，于是在3月，就是西湾月的23日，末底改招来王的书记，要他们发告通知给犹太人以及从印度到古时共127个省的省长和行政官员。他们要通告什么呢？当然这通告是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还盖上王印，送信用快速的马去传递。而这个通告的内容是说，王准许各城市的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不论受到哪一省哪一国的武力攻击，他们都可以反击、杀戮、灭绝那些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可以灭绝，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这通告适用各个全国。那就是在12月亚达月的13日，原定是要杀灭犹太人的这一天生效。这公告一出去各省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犹太人可以准备好在那一天向他们的敌人报仇。于是送信的人奉王的命令，骑上王家快马，传递这样子的通告。当然这个通告当然呢也在这个首都苏珊也公布了。我们今天看到好像这整件事情在这里告一个小段落。如果我们细细来数这个从这个日期上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上帝的那个指纹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通告里面的日期？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呢？这个哈曼要除掉这个犹太人的日期亚达月，就是12月13日。那我们如果从前面我们一直读来就知道，从末底改下谕旨到亚达月13日还有8个多月，神给犹太人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来准备。另外从正月13日哈曼下谕旨到3月23日这总共这个末底改下谕旨到今天一开始读的，这样有几天？数一数，对，70天。哇，这个很妙我想这个我们呢大概可以了解。当然有人是觉得这是70天代表着犹大人被掳70年，然后当然这是可以当我们来参考。但我们总觉得这位上帝是这么奇妙到处都有他的指纹，甚至于也让我们知道就是在人心惶惶的时候，上帝总是那一股给我们稳定的力量。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活出生命或者是
平安或者那我们就必须要意向于圣灵。如果我们意向于本性，那么其实就是死，而这个死不一定是身体，而它应该是那个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灵里的关系。我们看到第8章真的是一个智慧和勇气。当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智慧跟勇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有圣灵，有上帝的指引在指纹在我们的身上。在1996年4月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科伦拜的中学发生滥杀无辜的枪击案，13个人死亡，24个人受伤。罹难的当中遇到这个死亡遇难的学生中有17岁虔诚的基督徒 Richard， 从他的遗留下6本日记里可以读到他对神的渴慕和传福音的负担。他的父亲做见证说，凶手哈瑞斯抓住他的头发，问他是否还信神，因为他曾经对他来传福音。Richard 曾经向凶手哈瑞斯传福音。我们知道他回答是的，因为这个回答，凶手一连向他开了4枪，把他打死。Richard 自始忠心不渝，勇敢为主做见证，为主殉道，让很多年轻人受到激励，立志要完成 Richard 传福音的意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真是要成为一个有勇气。当然圣经学家耶利米说，有勇气并不是心中没有恐惧，勇气乃是在恐惧的面前可以坚持不懈。我们相信以斯帖不是没有恐惧，只因他对神充满信心，才能坚持不懈，终究会成功。而我们目前面对什么挑战呢？是否心中会恐惧？我们要知道，惧怕是很自然很正常，但面对恐惧时，我们仍然靠主的力量勇往直前。特别是我们真的是意向于圣灵，顺着圣灵，我们有生命跟平安。这生命是即便我们死了，像我们今天举的2个年轻17岁20岁，一个登山好手，一个是为主来殉道，他们都虽然身体死了，可是他们的生命持续在告诉世上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意义，没有止息，没有因为他们死了而就停止，没有，而是持续在见证上帝的指纹，指向信靠他的人，意向于圣灵，就有生命跟平安。这平安是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在给我们机会当中，神要我们做选择，让人看得出来我们是属神的，让人知道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是可以使人得到真正的答案跟盼望。好不好？我们来默想，我们身上有上帝的指纹吗？从哪里人们可以看出？如何活出生命与平安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应允我们一辈子与我们同在，甚至你给我们那永生的盼望。我们要感谢你，在过去历史当中，不管是圣经，或者是在这世上年纪轻轻，今天我们提到的，不管17岁 Richard 20岁的拉格，他们都见证了一件事，就是在他们身上有上帝的指纹。
恳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活在现今的机会里，恳求你给我们勇气力气，给我们你的智慧恩惠。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活出爱，活出从神来的生命力。我们下次见。